旺角區嘅佔領市民好。快必嘅即係嘅演説就真係冇得彈啦，係咪啊？大家應該即係晚8至10都要落嚟聽下快必講嘅嘢，好嗎？有㗎，晚都好多人㗎。係嗱，而家咧即係佔領運動去到呢度咧，有好多頭先即係要講嘅出路啦。5區公投啦，學生而家諗住去上京啦，呢啲全部咧都係我哋即係呢個運動嘅一啲方向。我唔知道大家對於即係5區公投個睇法係如何？4年前，當年嘅社民連同埋公民黨搞5區公投，就俾不少呢個泛民政黨嘅拖後腿。就同埋呢啲咁樣嘅即係政府咧，又係嘥錢啊，講埋啲口徑一樣嘅。到今日咧，似乎嗰啲民主派政黨咧都開始落搭啦。民主黨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即係泛民啦搞咗幾十年都冇乜即係成果嘅政黨咧，都終於要企翻嚟人民呢一邊。大家對於5區公投有咩睇法？其實我想聽下大家嘅即係諗法，因為而家學生係諗緊一啲新嘅方向，諗緊一啲新嘅做法，令到呢個運動可以繼續可以延續落去。而5區公投就係一個俾香港市民直接表達意願嘅最好嘅方法。而事實上，5區公投或者任何嘅公投嘅做法，正係凸顯民意嘅做法，係咪？係。所以希望各位市民而家咧未5區公投仲未實現，啲泛民主派咧就仲係15、16。但係如果大家認為呢個運動要再進一步，要由全香港嘅市民去表達佢哋嘅意願嘅話，希望大家向你哋嘅所屬個區嘅立法會議員，或者你哋嘅街坊咩都好啦或者你哋相屬嘅政黨向佢哋施壓，令到呢個5區公投咧係可以實行。公投係共產黨最驚嘅嘢，佢哋點解咁驚真普選啊？點解一路搞咁耐，都話要提名一定要過半數俾個提名委員會啊？因為佢哋最害怕嘅就係民意，係咪？係。所以我哋就係用一個方法，要俾民意，要將民意清楚話俾佢哋聽。而公投就係一個最好嘅辦法。我哋話用公投話俾佢哋聽，我哋要公民提名，係咪？係。我哋唔要831就係咪？係。有咗一個公投嘅意向，當政府仍然係拒絕俾真普選俾香港市民嘅話，呢個政府就係公然與民為敵。到時我哋佔領落去就更加有道理，係咪？係。所以希望咧大家支持同埋咧向你哋所屬嘅區嘅立法會議員或者政黨俾多啲我哋佢哋，將5區公投呢一個上次俾一啲保守民主派拖後腿嘅運動可以延續落去，可以再次喺呢次雨傘運動嘅進階，就係5區公投，就係全港嘅民意表達，好冇？好。